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讲的就是父母希望是世出头天的心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风，读好风风第7条。风是一款代表好格调鸟名，传说中百鸟之王，咱讲凤凰。另外，古早嘛是官职的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句俗谚语，拢是咱生活中用到和风有关系。头一句读做严家趁凤飞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实力不如别人，煞想要学别人。第二句读做龙交龙，凤交凤，稳固的交动翁。这个龙嘛有人读做灵，意思就是讲朋友会斗阵，大家拢是会合的，一般拢是共个性、共性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龙交龙，凤交凤，稳固的交动翁。阿明甲朋友你兄我弟，拢是目睭看悬无看低，暗时全头路，天光无半步，严家趁凤飞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风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